南平济公开示词语。道歌净化业识的作用很大。唱道歌最主要是借由道歌优美的曲调，将道义融入你们的想法当中，融入修道当中，融入平常的话语当中，也就是借由道歌洗净你们本身的情爱业识。人在轮回当中，情爱业识纠缠得很深很浓，道歌有转化情爱业识的功用，所以平常一定要多唱道歌。当然，唱道歌之前要先学一下原本的歌曲，原本的歌曲音调学会之后，请将原本的情爱歌词忘掉，然后将道歌的歌词背起来。现在佛堂很方便让你们练习，所以平常在佛堂可以多练习道歌。你们将这首歌的曲调学起来就好了。原本的情爱歌词请尽快忘掉，而快速忘掉凡间词的方法，就是将道歌的歌词背起来，这样这首歌原本的情爱歌词你很自然就忘掉了。情爱业识是很可怕的，现在不消除，它会跟着你们生生世世，即使你们死掉了，都还要跟着你们，困扰你们，干扰你们。所以人确实要修，魂要修，灵也是要修。为师已经是仙佛了，还是要修。假设为师放任自己在意识当中还有不净的想法，为师也会退步。为师是仙佛也要努力修，而且是抱持着至诚之心来修。皇母的天道是修至永无止境的，并不会因为成仙做佛就不用修了。成仙做佛之后，如果放任自己想东想西，还是会从仙佛的程度掉到凡间成为凡人。徒儿当初下凡治世之后为什么回不去？就是因为放任自己的想法，才会导致无法归回本位。现在要收心，要强迫自己修，很苦。但修道成为很自然之后，就不觉得苦了，反而觉得收心是自然，是正常的。生与死不同世界交流普度以动，万仙菩萨护佑噩梦中无力乾坤转扭，梦醒时刻坚定的意志能创造旷世的功。若欲清净又清醒清幽，不攀执我大爱与道同修，愿如蜂蜜轮回出口各尽而直，因自信中充满包容与圆融。星号星号一心相许三曹甘苦受，尽管受中忠义的精神护道千秋，至诚满怀天恩谁能夺？短视为求尽力故不自求，设令以下万国欲之有。道之高处和谐祥气云集不是寒冻，日月光辉不必阴雨着。远方的游子该停泊，
调剂。调这剂，一生我只牵你的手，只语牵你的气手。以心许天护莫秋。这首歌徒儿日后再自行练习，让大家念过一次歌词，因为歌词都是道学，也是道理，真道真理。经传361期8、9页。8到9页。上位是还没有那个位啊，可能急着要传送资料呢，有的字打错了，有错别字，原谅，知道了就好，最好是更好，完美更好。所以要学会体谅啊，无缘补缺呀。那复制，然后贴到电子邮件了哈，文字全选，选取全部文字以后，再去按3个点，然后找到那个朗读，可能要先安装那个以文字变声音的那个程式啊，叫 T2S T Text 2 1 2 3 4那个2念叫 2，英文的读音叫的 2，就变成代替那个 TO 那个 2了。然后 S 就是 speech 演说，文字变声音了哈。T2S 安装以后，那个电子邮件把它文字全选，然后再去点3个点，再找到那个朗读有的还可以翻译呢。朗读就当然可以要先选定那个语言，要设定中文了。外国的可能也可以设定语言包以后就可以了，设定语言以后就可以了，可以读了朗读中英日文都可以，那日文不正常，那日文会念那个50音那个字母。